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嘛是即马民进党正国会派系蒋文仁，伊发文小听高雄市立委林岱华来参选高雄市长。林岱华进前因为向检举助理费风波啊，但是林佳龙用8字来形容，伊讲伊是一个优秀、不贪不取的人。刷落来，正国会真侪成员嘛发文来支持，同款要选高雄市长的区议员，看到这情形，伊就讲啊。插政治应该将国家的利益放第一啦，最后才是派系甲个人啦。一句台湾加油，伫暗时发假。外交部长林佳龙伫社群平台公开支持属于正国会系统的林岱华参选高雄市长，阁写优秀、不贪不取，邀请高雄市民参加11月7日的造势晚会，搁伫老围区分享林岱华的主题曲《心声的告白》。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而且很保障人权的社会，所以我们支持林岱华委员捍卫他自己的一个权利。虽望林岱华还搁伫查领助理费风波内底，搁去用查出疑似用通法师侵占政治现金，互高雄地检署起诉。不过，若林佳龙甲天，同款是正国会王义川、陈秀宝、黄秀峰，还搁有真侪议员拢对咧做，搁按算要去造势晚会。身为一个从政者，国家利益、台湾利益永远要摆在第一位，接下来才是政党，最后才是派系跟个人。岱华可以接受任何的考验，但请不要伤害我的朋友。万千磨难，终将还我清白。相信司法会甲公道害予伊，看党内派系公开小天，同款要参选高雄市长的党内对手嘛接受表达态度。初选过程，大家都会有各自的一些必须要完成的一些工作，但是我相信初选结束之后，我们全部都会团结在一起了哈。各派系有自己的立场和想法，我们都尊重国家、城市、市民的福利。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立赢打到初选4个抢1个，有影是八仙过海，随人变通。Hello， 我是陈雅玲。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